那另外一場意外是發生在高雄美濃要過三拿的月光山崩坑，昨下晡呢是來發生嚴重的火燒車，一台轎車唔知影啥原因是家己駛去弄路邊，結果隨爆炸導火。即擺規個原坑內底呢攏是烏煙，那轎車駕駛是袂負走，所以不幸過往。目前警方要來確認身份。崩坑內底規台轎車攏已經倒過，消防人員着急拍過，因為火燒車造成規條崩坑攏是烏煙。對美濃一頭出動的消防人員拄啊好是風尾無再掉入去，路尾是斜對另外一頭的崩坑口入去搶救。警方表示，轎車駕駛唔知啥原因，家己駛去弄路邊，隨爆炸倒火，人走袂離，已經不幸過往。疑似因自撞事故後起火燃燒，火勢控制後，車內發現疑似駕駛遺骸。為因車體燒損嚴重，身份及相關細節仍待後續鑑識單位進一步確認。目前轎車駕駛的身份，佫需要等待確認。不只過這場崩坑的火燒車意外，因為煙筒後勁嘛，造成一個騎歐多拜過路的民眾吸互烏煙砸着傷。消防提醒，台灣的崩坑新型的兩邊邊攏有逃生門，民眾會當直接對遐走去崩坑外口。那親像美濃的月光山，甲基鎮的貴港崩坑，都攏愛往相邊的崩坑口去逃命。其中貴港崩坑中有開逃生門，民眾會當對遮行過另外一項車道的崩坑口。隧道內底電管攏有水管中心。愛因會廣播，指導咱民眾看要安怎逃生。萬不你也講，佇逃的時陣啊，較緊急的時陣，千萬希望這民眾你莫放棄，就盡量往看火你過你手，咱就為伊的反方向去逃生。消防強調，崩坑火災真危險，烏煙唔但影響喘氣，也會阻擋視線。民眾會當驅互家往事故的電倒頭去逃命，千萬唔通因為好險，甲家己的性命安全放外掛。記者柯家族柯兆陽高雄場報道。